有朋友問啦，就係話有濕疹，除咗食中藥之外，喂，仲有冇啲湯水嘅建議俾個小朋友用咧？我哋平時煲多啲湯料啊，可能係一啲茯苓啊、白術啊，又或者係淮山薏米呢一啲，其實已經係好平和，已經可以足以令到可能濕疹會有些少去改善。咁而第二類嘅話咧，比較常見啲就係可能粟米鬚呢一啲，真係去濕，佢有止痕嘅功效。咁呢個就比較多家長翻嚟就係 feedback 就係話啊，飲完真係會少咗啲痕。係，陳醫師係有人問喎，點解一到轉季啲皮膚咧就會容易敏感，又會起濕疹嘅？一轉季，所以實體皮膚都得意。我哋有淡旺季噶嘛，係咪先？咁特別最旺嘅時候幾時候？通常都係啲真係轉季啊，譬如我哋春天轉冬天轉春天啦，或者真係可能轉秋嘅時候咧，呢啲天係最特別容易出。即係我都中過呢個情況特別多。咁我哋時點解咧？咁睇翻文獻研究啦。咁好多時候咧，原來個溫度啊、濕度啊、氣壓嘅改變咧，原來對皮膚個感覺咧係特別敏感嘅。係啊，咁本身嘅皮膚因為佢薄弱啊，咁所以好多時候呢就會刺激咗佢本身嗰個反應，觸發佢本身個皮膚嘅應激嘅情況。咁亦就係點解好多時候轉季、轉天氣、翻風落雨，佢哋皮膚特別會感覺會唔舒服啊，會差啲。咁拗一下你知啦，拗得多咪會發炎咯。